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返到嚟香城說事，我係 Simon。今年正值孫中山先生逝世100週年。講起孫中山，個個都會知道香港對孫中山嚟講係佢革命思想孕育嘅地方，佢革命事業亦都同香港關係非常之密切。但係我哋今集除咗講呢啲之外，亦都想完整咁樣去講下孫中山先生點解會有革命思想嘅由來。但係由於篇幅關係，我哋今集就由佢出生講到佢就任臨時大總統，而之後嘅故事就揾到機會再講過啦。講孫中山先生故事之前，不如我哋講下佢個名嘅由來啦。孫中山、孫文、孫逸仙、孫德明，其實邊個先係啱嘅呢？孫中山出生於清末，喺嗰個時代改名嘅方式同規矩都非常之複雜，有名、字、號等等唔同嘅稱呼。而其實佢喺孫家族譜上面記咗個名係孫德明，取自大學首章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而佢細細個嘅乳名就係帝象。喺佢出生之後冇幾耐，就去咗故鄉嘅北帝廟，又名玄天上帝廟嗰度拜契，等佢成為咗北帝君嘅契仔，以求護蔭。而孫文呢個名就係喺佢9歲讀卜卜齋嘅時候，老師幫佢改嘅，同時亦都幫佢取咗個字在之。而佢嘅號逸仙又係點嚟嘅呢？喺佢17歲喺香港拔萃書院就讀嘅時候，就取號逸新，取自大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嘅意思。後來佢喺香港中央書院讀書嘅時候，老師又按日新嘅諧音改佢嘅號叫做逸仙，英文簽名用孫逸仙。咁孫中山呢個名呢？孫中山先生曾經喺日本逗留過一段長嘅時間，當時佢比較常用嘅都係日本嘅化名。孫中山呢個名就同日本嘅中山朝有大大嘅關係啦。1896年，孫先生探訪完日本眾議院議員犬養毅之後，決定留喺日本。喺投宿旅館嘅時候，掌櫃唔知道孫先生係中國人，於是要求佢喺出宿撲貼上面署名。同時，日本友人平山周諗起佢哋啱啱經過嘅日比谷中山侯爵邸，於是就喺姓氏欄上面填上咗中山。呢個時候，孫先生突然之間搶走佢手上面嘅筆，喺名字上面填上朝，並且同平山周講：此乃中國山朝之意也。自此自稱為中國朝夫。中山朝既然係化名，咁點解後嚟大家都會叫佢做孫中山呢？1903年，當時一位革命派人士張士超翻譯咗孫中山先生好友宮崎滔天嘅著作《33年之夢》，中譯版名為《大革命家孫逸仙》。喺書入邊，佢將孫先生嘅本名姓孫同埋化名中中山連用，從此孫中山呢個名稱又開始廣為流傳，亦都被當時嘅革命黨人所採用啦。而喺1925年，國民政府為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就將佢嘅家鄉香山縣改名為中山縣。經過時日發展，就變成今日嘅中山市。所以孫中山呢個名並唔係因為中山市呢個地方而嚟，而係調翻轉，因為有孫中山先生，先至有今日中山市呢個名稱嘅。公元1866年，太平天國最後一支力量喺廣東被清軍剿滅之後，10幾年轟轟烈烈嘅太平天國運動以失敗告終。同年嘅11月，孫中山先生就喺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出世。其實呢兩件事係完全冇關係㗎，但係就令孫中山先生覺得佢係肩負住一種救世嘅責任。講到呢度，順便賣個廣告，我哋曾經講過有關太平天國同香港嘅故事，有興趣就記得睇下啦。孫中山先生出世嘅時候，佢父親已經53歲。對於當時男性平均只有40歲壽命嘅時代嚟講，佢父親孫達成可以講得上係老來得子。孫中山先生家境清貧，屋企係佃農，即係租地主田地以耕種為生，生活十分之窮苦。佢夫人宋慶齡曾經講過，孫中山好窮㗎，到15歲先至有鞋着。佢住喺好多山嘅地區，喺嗰度小孩子赤足行路係一件好苦嘅事。係佢同佢兄弟未成年之前，佢一家人住喺一間茅屋入邊，生活質素都只係僅僅不至於捱餓。
佢幼年未食過飯，因為米飯太貴啦，佢哋主要嘅食糧都係白薯。而細個嘅孫中山先生同所有同齡嘅小朋友一樣，都十分之好動調皮。而佢最中意聽大人講故事，村中老人家所講嘅太平天國、林則徐燒鴉片等等嘅故事，都令到佢着迷不已，而對佢日後革命思想有住深刻嘅啟發。喺佢嘅哥哥孫眉前往檀香山打工，並且將收入回返屋企之後，孫中山先生嘅家境開始有所改善啦。當時7歲嘅佢得以進入村中嘅私塾學校讀書，私塾以《三字經》《千字文》等等為啟蒙讀物，採用咗背書練字嘅傳統教法，並冇固定嘅科目表嘅。孫中山先生唔適應呢種教學方式，於是請求老師為佢講解課文嘅文意。老師起初都非常之憤怒，因為千百年以嚟，所有老師都係咁樣教噶啦。但係後來老師認可咗孫中山先生嘅求學態度，先至開始為佢講解書中嘅內容。10歲嘅時候，孫中山先生轉入咗陸氏祖祠讀書，師從黃先生學習四書五經。由於黃先生教學嚴格，所以孫中山先生嘅學習進步神速。喺呢段時間入邊，佢亦都認識咗陸浩東，兩人成為咗無話不談嘅好朋友。日後陸浩東參與孫中山先生領導嘅革命運動，喺廣州之戰裏邊殉難，成為咗國民革命首位犧牲者。11歲嘅時候，佢嘅老師黃先生因病去世，孫中山因而轉入咗鄭帝根先生嘅私塾就讀。有一日放學，佢見到一班細路圍住曾經係太平天國老兵嘅馮爽貫老公公聽故事，就對太平天國嘅革命事蹟產生咗濃厚嘅興趣，即時提出咗好多嘅問題，馮爽貫都一一作答嘅，為孫中山種下咗革命嘅種子。13歲嘅時候，孫中山讀完咗四書五經，對新知識充滿咗好奇。私塾教法已經冇辦法滿足佢嘅求知欲啦。佢聽聞倫縣有位牧師收藏咗幅世界地圖，雖然冇辦法可以親眼見到，但係知道中國以外有廣闊嘅世界同新奇嘅事物，已經激發起佢強烈嘅探索欲啦。13歲嗰年嘅冬天，孫中山嘅大哥孫眉從檀香山回鄉。佢今次回來，除咗奉父命結婚之外，亦都因為喺檀香山嘅生意規模擴大，所以需要招募工人去檀香山。第2年，家境變好嘅孫中山終於可以同母親一齊去檀香山探望孫眉啦。對佢嚟講，終於有機會發揮佢嗰份對世界嘅探索欲。佢哋乘坐咗一艘叫做格蘭洛克嘅英國輪船出行。喺今次旅行入邊，孫中山感觸良多。佢寫住：隨母往夏威人島，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因為輪船嘅奇妙以及海洋嘅廣闊，令到佢有學習西方科技、研究天地奧妙嘅決心。孫中山抵達咗檀香山之後，曾經喺哥哥經營嘅米店裏面工作，之後就進入咗伊奧拉尼書院就讀。起初佢一句英文都聽唔明。老師所羅門庇厚拉就叫佢喺課堂入邊旁聽10日，然後先至教佢字母同埋拼音。呢種教法令到孫中山好容易進入學習嘅狀態。而學校強制學生必須每日禱告，每個星期日都必須做禮拜，令到孫中山開始認識咗基督教儀軌、聖歌同埋聖經裏邊嘅內容。孫中山修讀英語、英國歷史、算術、代數、幾何學、生理學、拉丁文、繪圖、自然、算術、法律、經濟、政治等等嘅各種知識，呢啲同佢以前所受嘅傳統中國教育有好大嘅唔同，亦都令到佢開始思索中西兩方嘅差異性啦。孫中山上學嘅時期，由於一直都係束辮㗎，喺學校經常都遭到同學戲弄，有同學勸佢剪辮，但係佢就認為辮係由滿清政府造成，要洗刷恥辱，淨係佢一個人剪辮係唔足夠㗎。需要中國人民共同剪除先至有意義。呢個時候佢心入邊已經漸漸產生咗推翻滿清嘅想法。孫中山以第2名優異嘅成績喺伊奧拉尼書院畢業之後，佢就同佢教會學校子弟進入咗美國公理會創辦嘅奧柯後書院就讀啦，繼續佢嘅學習，特別係基礎醫學同埋法律。7月初入學都未夠3個月，當時孫中山對基督教義深感興趣，尤其佩服耶穌救世、博愛、平等等等嘅理念，
增加佢加入基督教嘅意向，於是經常勸說喺夏威夷工作嘅華僑工人唔好膜拜關聖帝君神像啦。佢哥哥一嚟擔心佢會觸犯眾怒，二嚟亦都怕雙親斥罵，於是就斷絕咗對佢嘅資助，將佢送返取亨村嘅家鄉啦。闊別5年，返到取亨村嘅孫中山已經18歲啦。家鄉嘅一切並冇太大嘅改變，村中小孩仍然都係喺私塾讀死書，官吏仍然喺度欺負老百姓，外國人繼續欺壓中國人。孫中山向村民講述咗佢喺夏威夷嘅見聞，亦都同佢哋講述咗華盛頓同埋拿破崙嘅事蹟。佢批評時政，批評朝廷，甚至乎為咗破除迷信，聯同佢嘅兒時玩伴陸浩東一齊去北帝廟，將佢契爺玄天上帝神像嘅手指整斷咗。破壞神像嘅舉動引起咗村民嘅不滿。孫中山嘅母親楊夫人賠咗大約10兩嘅銀之後，就叫孫中山暫時離開家鄉，去到香港求學。清光緒9年，即係1883年嘅冬天，孫中山進入咗香港拔萃書院，認識咗喜加利牧師，並同好友陸浩東一齊受洗，成為咗基督徒。1年之後，孫中山轉學去到香港中央書院，即係後來嘅皇仁書院就讀。嗰年嘅秋天，受到香港工人反法鬥爭鼓舞，孫中山認為中國人民對革命事業已經有咗相當嘅覺悟。呢個時候，佢哥哥孫眉因為孫中山信仰基督教同埋打壞神像呢兩件事而氣憤不已，於是要求佢唔可以再任意妄為，否則就要將原本分俾佢1半嘅財產收返。孫中山因為唔願意放棄理念同埋信仰，於是就到檀香山辦理歸還財產嘅手續。之後佢哥哥覺得自己似乎做得太過嚴厲，就寄咗一大筆錢俾父親作為孫中山嘅學費。之後孫中山接到父親嘅來信，要佢回鄉成婚。19歲嘅孫中山就回鄉迎娶咗比佢細3歲嘅盧慕貞女士啦。3個月之後，孫中山返到香港，完成咗中央書院嘅學業，並且立志成為醫生。佢認為呢個係最容易獲得大眾信任，並且可以走入各個階層嘅行業，於是決定以醫生嘅身份作為宣傳革命嘅掩護。21歲嘅時候，孫中山喺廣州國際醫院附設醫科學校習醫，同時開始暗中宣傳革命。當時好多同學都認為孫中山嘅論調非常之古怪，但係有一位同學鄭士良就好支持佢。1年之後，孫中山轉到去香港新設嘅西醫書院就讀，教務長係英國人康德黎先生。其後孫中山喺倫敦蒙難嘅時候，就係因為康德黎先生嘅全力營救而脫險啦。喺西醫書院5年幾嘅求學時光裏面，孫中山經常都高談闊論，批評滿清嘅朝政。當時同孫中山非常要好嘅同學有陳少白、游烈、楊學齡，因為4個人成日聚埋一齊談論中國嘅前途，倡言革命。呢個喺當時係不被政府允許嘅，所以有人就以4大寇嚟稱呼佢哋啦。1892年，孫中山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成為第一批畢業學生。因為文憑未獲得當地醫局認可而冇辦法喺香港行醫，於是佢前往澳門，喺議事亭前地開辦醫館，喺草堆街設立咗中西藥房。佢向鏡湖醫院借款咗2000銀元開辦醫局。由於醫院只係要求佢償還本金，於是佢就喺醫院兼用西醫嘅方法免費贈醫。佢喺澳門行醫涵蓋唔同嘅階層，鏡湖醫院服務貧苦華人，草堆街藥房面向華商上層，議事亭前地醫局收治僕人同埋婦人，加上醫術高明、廣結善緣，佢嘅名聲開始廣為流傳。因為受到葡萄牙醫生嘅排擠，佢轉到去廣州西關陝基設立東西藥房，規定喺上晝10點到12點贈醫，出診診金隨意。孫中山畢業之後，先後喺澳門同埋廣州兩地贈醫施藥。喺呢段時間，佢見到中國喺清廷嘅管治之下有幾咁貧窮落後。呢段經歷令佢覺得自己醫術救人所救有限，只能夠救少數嘅人，但係革命就能夠救多數人啦。於是毅然決定棄醫從政，改醫人為醫國。清光緒20年，即係1894年，孫中山決定上書北洋大臣李鴻章。當時李鴻章喺清廷之中係洋務運動嘅倡導人，
孫中山希望佢可以改革朝政，以立憲政體代替封建專制政權，主張仿效西方發展工農業、改革教育同埋選拔人才。於是佢返到翠亨村鄉下閉門寫咗一份8000幾字嘅上李鴻章書，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嘅理念。寫好之後，佢就將文章交咗俾陳少白修改，然後前往天津求見李鴻章。即使得到同鄉同埋朋友嘅幫助，但係孫中山仍然冇辦法見到李鴻章。當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李鴻章以督導軍隊太忙為由拒絕見面。請願書後來刊載於1894年9、10月嘅上海萬國公報。甲午海戰嘅慘敗令到孫中山深知改革無望，和平方法已不可再用，於是佢更加堅定籌設組織，希望以武力推翻滿清。經過上書李鴻章一事之後，孫中山就加緊喺海外宣傳革命。11月24日，20幾個贊同孫中山主張嘅進步華僑喺檀香山聚議成立興中會，通過咗孫中山草擬嘅興中會章程，標誌興中會嘅成立。入會者填寫文書，以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為誓詞。及後孫中山派人到唔同嘅地方成立分支，發展會員。1895年1月下旬，孫中山抵達香港，同革命理念相投嘅舊友楊衢雲、陳少白、陸浩東同鄭士良等人積極籌措喺港穗兩地設立革命組織。2月21日，孫中山等人同香港婦人民社嘅鄭贊泰達成咗聯合協議，興中會總部喺香港中環士丹頓街13號宣告成立，以乾興康名義為掩護，通過咗修訂嘅興中會章程。之後就同陸浩東、鄭士良等人前往廣州建立咗興中會分部，積極準備武裝起義。興中會計劃攻下廣州，升起咗陸浩東設計嘅青天白日旗，並以此為起點，經過湖南、湖北進攻北京。為籌劃起義，孫中山、陸浩東、鄭士良等多次往返香港、廣州，建立興中會廣州分會，對外稱為龍學會，並且相繼建立秘密據點。經過幾次會議，佢哋決定喺9月初9重陽節起義，約定起義者手臂上面纏上紅帶以作識別，並以除暴安良為口號。同時佢哋加緊製作青天白日旗，草擬土滿檄文、安民告示等等。重陽前夕，清兩廣總督譚中麟收到咗英國當局嘅電報通知，加上有知情者告密，因此獲悉興中會起事嘅消息。於是佢出動軍隊搜查起義嘅據點，四處緝捕，先後捕捉咗70幾人。陸浩東同會黨首領朱貴泉休四被慘殺。起義洩漏之後嘅第2日晚，孫中山逃離廣州，同陳少白、鄭士良東渡日本。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孫中山繼續喺海外推動革命，成為清朝嘅眼中釘。1896年，孫中山遭到清政府派人綁架，秘密囚禁於清朝駐倫敦大使館，準備押返中國殺害。好彩獲得老師康德黎營救，佢脫險之後將經歷寫成咗《倫敦蒙難記》。事件令到孫中山喺海外聲名大噪。而出走中國嘅呢段時間，孫中山除咗遊歷各國宣揚革命之外，亦都喺1900年進行咗第2次惠州起義，但都係失敗告終。惠州起義之後，史堅如、楊衢雲、鄭士良等等先後遭到清政府嘅捕殺同埋暗殺。1904年，日俄兩國為咗爭奪中國嘅利益，爆發戰爭，而被侵略嘅中國成為咗日俄戰爭嘅重要戰場。無能嘅清政府選擇喺戰爭之中保持中立，令到大批東北民眾嘅性命危在旦夕，大批東北人民被兩國士兵屠殺，民眾財產受到兩國侵佔。而喺呢個時代背景之下，大批愛國者成立組織，企圖推翻滿清嘅統治。當時除咗孫中山嘅興中會之外，仲有黃興嘅華興會、蔡元培嘅光復會等等。1905年8月20日，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喺日本東京聯合組成全國性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孫中山擔任總理，
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總部設立於日本東京，喺國內外陸續設立多個支部。同年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孫中山喺發刊詞裏面提到三民主義，即係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隨住同盟會嘅成立，反清革命亦都進入咗新嘅階段啦。上面有講過，孫中山喺成立咗同盟會之前，發動過2次武裝起義，但係都以失敗告終。由1906年開始，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亦都發動過唔少嘅起義。但係由於時間關係，我哋就長話短說啦。1906年12月，同盟會會員喺江西同埋湖南一帶嘅起義。1907年5月，俞基誠喺廣東潮州黃岡起義。同年6月，鄧子瑜喺惠州七里湖起義。7月，光復會發起咗安徽安慶起義。徐錫麟、秋瑾等人先後被捕犧牲。9月，王和順喺欽州起義，目標係攻破防城等等嘅重要要地，但係全部都失敗。12月，王明堂喺晉南關起義，孫中山親臨指揮，同清軍對峙咗7日，最後因為彈藥不濟而撤退。1908年3月，黃興由安南，即係現今嘅越南，率領革命軍進攻位於兩廣交界嘅欽州、遼州、上師，但係都未能成功。1908年4月，王明堂喺雲南河口起義。1910年2月，倪影殿發動廣州新軍起義，倪影殿殉難。第10次起義係1911年嘅黃花崗起義，當時孫中山將準備工作交咗俾黃興、胡漢民等人做統籌，並且將南洋嘅籌款任務交咗俾鄧澤如，然後隻身前往美國、加拿大等地向華僑募捐。4月27日，佢哋原定計劃十路進攻，但係由於起義前情報泄漏，十路進攻只係剩翻黃興率領嘅130幾位敢死隊。佢哋突襲咗兩廣總督處，但係總督張明琪已經逃離咗啦。起義軍喺東源門同清軍展開巷戰，因為寡不敵眾，最後宣告失敗。呢次戰役犧牲慘烈，殉難嘅烈士多為年輕、才學出眾、家世良好嘅精英。今次起義亦都係傷亡最慘重嘅一次。孫中山用誤黨清華付之一炬嚟形容第10次起義失敗。其中林國民喺今次起義之前寫嘅預測訣別書入邊，將個人愛妻之情擴展到天下人嘅層面，希望幫助天下有情人都能夠擁有幸福嘅家庭。佢哋視死如歸嘅精神唔單止震驚咗滿清政府，更加感動咗千千萬萬嘅中國同胞，令到世人都密切關注住中國革命嘅發展。黃花崗起義失敗之後，革命黨人計劃喺湖北等長江中游地區起義。5月，郵傳部長盛宣懷為咗向英法德美4國銀行借款，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強行收回川粵鄂湘4省嘅自辦鐵路，激起咗民眾嘅反對，從而爆發咗保路運動。各地成立咗保路同志會、同志軍，罷課罷市、抗糧抗捐等嘅情況不斷發生。9月，四川總督趙爾福、右部蒲殿進等等嘅保路領袖屠殺群眾，製造成都血案，四川因此而爆發大規模嘅武裝反抗。清廷調兵鎮壓，導致湖北防務空虛。10月9日，革命黨人喺漢口俄租界祭彈，但係不慎爆炸。俄巡部搜獲黨人名冊。湖廣總督瑞晴根據名冊大肆搜捕。劉復基、彭楚藩、楊宏勝喺10號早上遇害，於是新軍革命黨人決定提前起義。10號夜晚，洪炳坤率領咗武昌新軍攻城第8營花欄，一夜之間佔領咗武昌。11號成功佔領咗漢陽，12號佔領埋漢口。由於袁子輝或死或逃，清軍嘅總協統黎元洪被推為湖北軍政府都督。此後各省紛紛獨立。清朝統治迅速瓦解。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之後2個月內，共有10幾個省份脫離清朝嘅控制。清廷統治雖然名存實亡，但係仍然都苟延殘存嘅，仲派出咗袁世凱作為談判代表。12月2日，
革命軍攻克咗南京。當時孫中山正喺美國籌款，得知起義成功，本來想即刻回國，但係考慮到革命成功之後需要各國嘅承認，於是就決定先前往英國開展外交工作，以解決民國建立之後嘅國際問題。同年12月25日，佢返到上海，同黃興、陳其美等革命同志會合。12月29日，17省代表喺南京集會，推選孫中山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定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1912年1月1日，46歲嘅孫中山從上海抵達南京，當晚11點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正式宣布國號為中華民國，採用民國紀年，即係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旋即任命黎元洪為副總統，組建責任內閣嘅臨時內閣，由黃興擔任陸軍總長，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等等，並由各地選派參議員組成臨時參議院作為立法機關。就職之後，孫中山發布咗《中華民國大總統宣文宣言書》，提出咗民族、領土、軍政、內治、從政五大政務方針。1月10日，臨時參議院決議以漢滿蒙回藏五色旗為國旗，象徵五族共和。1月28日，臨時參議院成立嘅時候，孫中山率領咗行政首長參會，並支持革命之事破壞難，建設有難，期勉眾人專注國家建設。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統皇帝溥儀正式退位，中國2000幾年嘅封建專制政體正式終結。第二日，孫中山為咗推動國家統一，向臨時參議院辭去咗臨時大總統嘅職務，同時提出咗3項條件，要求袁世凱贊成共和、赴南京就職同埋遵守臨時約法，然後將臨時大總統嘅職位讓咗俾袁世凱。3月11日，臨時參議院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試圖以法律約束權力。南京臨時政府嘅建立唔單止終結咗帝制，亦都令中國走向民主共和。其實孫中山先生革命嘅道路並唔係聽落咁簡單，但係由於篇幅嘅問題，我哋濃縮咗。如果有興趣想知道更多嘅話，記得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等我哋再出多一集去講下。而當中孫中山同香港嘅關係可以稱得上係冇香港就冇孫中山。除咗孕育革命思想之外，自1895年建立香港興中會總部開始，往後嘅16年之間，10次武裝起義當中嘅6次都係以香港為基地嘅秘密發動。香港喺呢場革命之中擔當咗指揮、策劃、集資、轉會、購製同埋轉運軍火、聯絡、招募甚至乎避難嘅9個角色。除咗香港呢個地方之外，最幫到孫中山嘅仲有佢嘅哥哥孫眉。以後我哋會講下孫眉對孫中山嘅幫助。今日就講住咁多先。離開之前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最好就可以俾多啲留言我哋支持或者鼓勵都可以嘅。想繼續了解更多同香港有關嘅歷史文化故事，記得緊貼我哋嘅 channel。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